而本澳亦都有團體舉辦七夕相聚晚會，俾市民感受一下呢一個傳統節日嘅氣氛。呢一首《彩雲追月》為七夕添上節日氣氛。農曆7月初7係傳統嘅七夕，又叫做七姐誕。七姐誕已經有幾千年嘅歷史。喺呢一日，古時民間嘅女子會悉心打扮，拜七夕，祈求有美滿嘅婚姻。新橋坊眾互助會舉辦咗七夕相聚晚會活動，撇拜人話，傳統女子拜七姐嘅主要物品有小麥草、化妝品等等。化妝品咁以前女子都會悉心打扮噶嘛，咁佢哋就會特登打扮，好似整一啲刺繡啦，跟住又會整到自己好靚。咁佢哋其中一個拜七姐嘅物品，咁當然有胭脂啊、口紅啊、或者一啲梳啊等等咯。咁呢啲都係拜七姐嘅主要物品啦。黃小姐希望市民唔好遺忘呢一啲中國傳統節日。坊會亦都舉辦蘭花展，同社區市民共度佳節。澳門電台記者高比樂報道。